嘉義縣政府引進科技設備，可蜂農透過手機隨時來監測蜂箱內底溫度甲濕度，可以當透過這蜂箱的重量，也有環境的變化，掌握蜂甲蜂蜜的狀況。唔來當降低飼蜂的成本，賣當來提高蜂蜜採收的品質。OK， 蜂箱下骹的蜂仔隨時記錄重量，讓蜂農透過重量的變化，知影蜂的數量甲蜂蜜的狀況。蜂箱內底閣有監測的設備，蜂農透過手機傳的資料，會當掌握每一卡蜂箱的溫度甲濕度。蜂農講，透過科技設備的協助，唔但降低養殖的成本，也提升蜂蜜採收的品質。像我目前的規模有8個場地，然後我們8個場地，如果每天這樣一次要這樣跑起來的話，從雲林縣跑到台南縣。你看跨縣市之後呢，你看這個人事跟油耗成本，我們的付出很大。但是裝了這個之後呢，我們就可以直接在家裡或者是在蜂場直接用手機做監控。為了要提升蜂農採收蜂蜜的產業環境，嘉義縣政府輔導蜂農引進這種結合數位監測設備的智慧蜂箱。蜂農唔但免親自進前一片一片開時間來檢查，就會當發現蜂箱的問題以外，閣因為這個監測設備減少蜂箱予人偷摕的問題。之前呢，我們每年都基本要損失好幾十箱的蜜蜂。那現在裝了這個智能系統之後呢，我們蜜蜂其實說真的，再來都沒有被偷走的情況了。智慧蜂箱除了配備有溫濕度感測、智慧磅秤，那我們還有一個氣象站，還有一個攝影機。那這些都可以讓我們在遠端去了解蜂場的情形。嘉義縣農業處表示，目前已經有8號引進智慧蜂箱，根據因的反應。逐禮拜當省6點鐘以上的巡檢時間，蜂蜜的採收煞提升10%。所內閣有27名蜂農已經訓練完成，希望透過科技設備，和英國靠勞動甲經驗的飼蜂工作，帶來產業環境的改變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